三业觉到所及叫能拉，像就把都当你接受些八个经所级别所能级，着来偏就是三经着不认。三业觉到所及叫能拉，像就把都当你接受些八个经所级别所能级，着来偏就是三经着不认修。三业觉到所及叫能拉，像就把都当你接受些八个经所级别所能级，着来偏就是三经着不认修。这明明东北安尼的让绿都内用着怕鬼股，然后来先去查些都继续。通过家人通过了天幕就是也有我们行政边的身边用作他们也是没有。通过人大的生产一种给国内物质侵略些个，那就进入生产怕鬼股，找工家引出人心了。正到他们这强把钱不我妈那边没红，我妈那边没红，我妈那边没红。我妈那边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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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那边没有。给完地你录到接着上网中去去做啊，这些么录到电视上了，我把它修，什么叫那么经济工，然后土地进步工，那么基本速度工，东北你人啊，有时接了我们加一刀。刚才我给你们传的是这个一个观音的检点衣柜，观音简柜。这个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们传的是弥勒日巴的几句话，弥勒日巴的5句。第一个是你都知道吗？这个，身间那么凝气功，然绿突击前部功，几乎是咱们那么功，都把你的恩怨生，结了我来加一头。这个是荣格局的教主决定送过。他讲的什么呢？他讲的是我们修法的过程当中要具备5个条件的话，那我们修行是非常圆满的、完整的。所以首先讲的是身间那么来凝气功，这个意思就是身间是对的一切众生，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的心，身间那么来凝气功。人类突击前部功是人类是自己的身体观想为本尊观音菩萨。第二个是吧？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是几乎是咱们那么功，我们自己的上师观想在自己的顶面上，这个是第三个问题嘛。第四个，东巴尼了恩怨生，东巴尼是空性嘛。在空性当中长期安住在我们无明的这种怎么说呢？我们的这种无意识的，等于就是我们没有造作的那样一个空性的、无造作的这个空性的境界里面安住，这个长期的安住下去。第5个问题是结了我们加一套，这个是最后的时候我们所修的一切的功德。回向一切的众生，回向5个内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修任何法都是要具足这5个条件的话，那我们的修行是很圆满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刚才我给你们传了这个，那这个是以前我在这个忍金陵寺这个马尼法会的时候我讲解过的。那这里面有这个共同的释迦行，不共的释迦行，还有大乘与无知道的内容，全部是在这里面有这个藏文上有讲的。那这次有这个中文有发音的，那下面有这个英文的发音，那你们这个看一看，跟你们结缘。修行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啊，它必须有这种各个方面的因缘具足，是不是？一方面是自己舒适意料的很多的这个因缘根基，另一方面今生今世的各种的客观的因素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这种意识，各方面有各种的因素在的。所以呢，最关键的是修行是它决定的因素，我自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认为，一个是要决心，一个是要耐心。没有决心没有耐心那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你有了决心耐心的话，那慢慢不会怎么说，到一定的时候有个成就的，是这样的。要给帮了看下接受的话，要给帮了看了一年几个人是，2年前给了
수수 되지요 봐. 천나지 가리인의 연습을 좀 송도. 이 인도 지난 벽에 하고서에 夏天的这个地上，可以长各种各样的这个生物嘛，是不是植物？但是修行人的这个境界，也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会有的。所以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境界那是肯定有很多的问题，这个各种不一样的会有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归根结底的说起来的话，那对我们这里境界上面，也不要特别的去这个造作这个事情，是不是？那有的好的境界也是不要太高兴了，那有些不好的境界也是不要太难过了，是不是？应该保持一个平衡的心，这是比较重要的。计划啊，这是很好的，对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因为现在很少人去做这件事。因为这个我的看法的话，那你现在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，都是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动机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发心，利他的这样一个心来去做，这是这个很重要的，我觉得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做的多少是一个各种的因素决定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做起来等于就是你没有白做啊，是不是？你利益众生而做的嘛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，发菩提心、发慈悲的心来做，是不是？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也是你学到了很多的这种宗教的知识，是不是？他这样我知道，热了这是，这种是很好的。那以后比如说你现在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圣地。那你去过拉齐圣地吗？拉齐没有去过。以后拉齐这些地方圣地去。那比如说，拉齐啊，这些地方有曾经买了什么亲自闭关的地方，而且呢有它的脚印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法教上面，提高我们的信息上面、信仰方面很有帮助的。刚才我对师兄说的一样，你现在做动画也是，首先你的发心是正确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做的方法上是根据这个现在的情况来决定嘛，是不是？那不一定，有的人是比如说文化方面的，有的人是这个有些结合起来其他的原因的，那就是等于能够利益到其他众生是比较好的嘛，是吧？好的。那么了，您为什么在这里闭关啊？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还是？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这也是属于算是这个三顾金刚亥木的这个范围嘛，对，主要是这个地方也是前面是有木嘛，有木。有木，对，有木那个圣地。那曾经以前他们说是。现在我们这个闭关中心的下面有一个路，已经是不是，他们说是这个以前从西藏那边像马班义士，他们在这里来尼泊尔的时候，他们是路过这个路的，对，有这样的意思，对。但是我这里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本来是我们的寺庙在那个忍间岭寺庙。在那个寺庙有几个小喇嘛，那他们从小就学习，然后他们在闭关。闭关以后，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拉齐学生去闭关的，但是那一年是15年的时候，在尼泊尔发生了一个大的地震，就去不了了。那在这个地方弄一点地，就这样建立起来的。所以就这里闭关人，他们就这里闭关的，是这样的。这边一般都是出家人嘛，出家人的闭关，在家里将来有条件的话可以啊。现在我们这里是房子不够用的，对。现在我们有的那些修释家性的那些人，大部分都是寺庙那边修，这里没有房子嘛，光房。现在盖了一些新的房子。他那边去看过电视就是了吧？
可能盖的有可能7、8间房子，7、8个房子。这些是有些是他们这个有些国外的地址，他们自己出钱自己盖的。哦，可以让他们自己盖房子的。对对对，他们自己出钱，他们自己盖嘛。可以。我们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题。我现在已经是82了嘛，那82了。这个我每天都修长寿佛嘛，修长寿佛，对，修长寿佛的缘故吧，可能是对啊，所以就有些我们构筑4大的精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能有这些的原因也会有的，但是我也确切的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修什么会变漂亮？漂亮的干嘛嘞？没什么漂亮。那可能有钱的是。可能是你觉得是漂亮，那别人觉得是丑的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的。你的点点怎么样了？钱财的来源是主要是我们的布施心，对，提高我们自己的布施心，那钱财自然而然就会有的。没有布施的心，吝啬的心，那是不行的。那想要也是越来越远了，对对。所以我们自己有布施的心，是不是？这是。那如果你想皮肤好的话，多修点忍辱。对对，修忍辱的人，他的长相很好。真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随便送上他们通知去送了是吧？随便给我们的送上不通不得送是吧？他的那一个是成佛是吧？成佛是主要是你自己的决心是吧？其实成佛的种子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什么差别的，都一样的。但是有的人能够成就，有的人不能成就的原因是靠自己的努力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坚定不移的去修，那有的人是修了半天又没修，又修了，就这样，像我们一样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成佛吗？我现在也没想。为什么没有这样？我现在不着急成佛呀。我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累积了3、5年大劫才能成佛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刚修的一个人，那怎么可能明天就成佛了呢？是不是？我们必须有耐心打算要长期修行的这样一个计划才对的，不要急着去做。他圣地和不圣地是有差别的，这是有差别的。一到了圣地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那比如说在到了来西亚，那个地方一到了那个地方，你就心就静下来了，没有那么烦躁的心，非常好的。所以圣地是有圣地的特点。条件的看个人的，对吧？自己的修养嘛，是不是？修行人2种都有嘛，在家的修行人也有，出家的修行人也有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自己具足什么条件，具足这个比较好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出家人的话，以出家人的身份去闭关修行；在家人的话，在家人的身份来闭关修行，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以呢，等做先看过来，这些是很难以，这些各种的违的孽缘，转成为顺的孽缘也有所以这个是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嘛。但是主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嘛。在家人的修行最重要的是要修菩提心，修菩提心，真的，在家人主要修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嘛，是不是？正悟的话，他不会难过吧？可能，但是他难过的话，也不同于我们凡夫人的难过，
是不是？他一切都是看得如火如墨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